环境保护需要大家做伙来做。有民众是发起捡坟头的行动，连续6天伫个宜兰县用行路的方式来捡坟头，真侪人看到嘛做伙来参加。天落小雨，气温真低，民众提眼影捡土骹的粪扫，搁放伫6公升的水管下来。有小马称呼的江文前，因为感觉袂少人乱带粪扫，将大路草皮水沟挂，当作免钱的粪扫裤仔，造成环境污染，所以就发起婚姻意识为爱惜爱大步宽管行动。路上民众看到捡粪扫的队伍，也哭落来用手协助去捡，伊认为这款的行动真厉害。觉得就是很厉害，这样子愿意这样子走，对，然后不会这种脏污吧。希望给孩子们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。参加的民众讲，希望借着捡粪扫，互囡仔更加清洁的环境。江文前平常努力伫海保顶环保行动，伊认为民众部分也乱弹粪扫，除了空气污染，和水滴着粪扫了后，流入大海，对海洋也是伤害。即摆因为头城石城出发，有计6天用行的一路捡粪扫到南澳汉本，全长106公里，离走已经行3天到数。烟蒂里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成分叫做醋酸纤维。那其实烟呢，它除了尼古丁，还有很多有毒的物质。那是安怎方叫做小马？江文成讲，为着实现理念，伊也阁举办过接着青海会的活动，行动力十足。加上是2个囡仔的妈妈，所以得名。伊希望用行动甲大家讲，伫市区小小桥的动作，也会当保护海洋甲后一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